由动保人士所提供的这段影片，会当看出50多只有品种的猫仔伫北区面体被恶质的宠物业者占领放生，已经变成营养不良、破病，加上环境垃圾已经威胁公共卫生，让人相当不甘。对此，议员吴玉环伫总日巡就强烈追究饲户的责任，类似案件有甚物作为来监管恶质的宠物业者？避免日后可能的危害。对此，饲户回应，业者已经依善法办，嘛建议修改动保法，加强查核的权限。猫舍倒闭了以后，业者将这些猫咪转移到北区的这一处民宅，随后丢下饲料跟水，就不再过问。这些猫咪被迫在屎尿满地的这个环境中生活了。许多的猫咪因为病重甚至死亡，尸体长蛆了以后，没有人来处理。那有一些受不了环境的恶劣，从门缝中跑出来，但是逃不了遭到毒杀或者是被车撞死的这个厄运。大多数的猫咪现在仍然在屋内恶劣的环境中坚忍求生哈。那目前我们动保处已经接手处理这个案件嘛，你给我们的资料在这边想要请问我们市政府对于业者遗弃大量品种猫的事件有没有任何的因应措施？是不是有计划加强对于宠物繁殖业者的这个监管，避免类似的事情再次的发生？咱已经将这个业者这款恶劣行为，咱移送法办，因为这款是咧犯作当，包括要移送法办啦，已经移送法办。另外针对讲内底这猫啊无切塞，咱嘛要甲罚5万到25万，有这个罚则。另外第三，咱嘛发文互迄农业部甲建议讲，因为你特定从业者咧管理办法内底。针对血液这部分伫法令上有一寡较无周知的所在，是毋是会当讲中来修法？你写的时阵，阮会当有一个办法来甲你查，查了就迄种意思，你讲这个物件，这个问题发生时，阮会带来甲做一个处理，互咱这个业界这个特定从业者，大家袂心存侥幸，会当希望讲就法令面，或就迄个实际面，会当来做一个特色的改善。一定要好改善啦。关于这个虐待动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做？哪些东西我也知道说他可能不开门，不开门有什么样办法来做？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做的话，是不是可以？因为刚刚他讲还是有刑责嘛，对，刑责是属于刑案嘛。刑案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做？我觉得其实这部分的执法的法律素养，可能我们会再加强。面对动物虐待、无辜生命被伤害问题，议员进一步表示，台南因为宠物繁殖许可证发照数量251张，已经是全国第一。甲咱流浪动物的数量一直真悬，降袂落来有关系。会中积极甲农业局探讨，同时再次宣导领养代替购买观念。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